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會利用 Coco 電飯煲同大家示範整一個黃金鹽焗雞。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先記低我今日會用到以下嘅材料。我預先匹定咗大約2湯匙嘅粗鹽，而雞嗰方面呢，我今日就會用到喺凍肉鋪買嘅冰鮮雞，大約900克。包裝之前已經幫我處理好晒個雞頭同埋雞腳，打開就可以即刻用，我覺得好方便。用水將隻雞內內外外都洗乾淨之後，我就會用粗鹽擦勻佢全身，好似幫佢做個磨砂咁樣，將佢表面啲污糟嘢擦晒出嚟。我發覺用粗鹽擦過之後，唔單止感覺上好似乾淨啲，連之後幫隻雞上色都好似會容易咗。用粗鹽散過晒成隻雞之後，就用水洗翻走嗰啲鹽分。之後我就用啱啱煲起嘅滾水淋落啲雞皮度，等啲雞皮收縮。淋完一面之後，倒走啲水，反去另一面再淋一次。我發覺將啲雞皮收縮咗之後，真係更加易上色。用廚房紙或者布印乾淨雞上面嘅水分，就可以開始調味。呢一隻雞大約900克，我就會落2/3包，即係大約20克嘅鹽焗雞粉。我今次用呢一款係叫做理想牌嘅鹽焗雞粉，一般超市都有得買。再落半茶匙嘅黃薑粉，有益得嚟又可以幫隻雞上少少金黃色。加半茶匙嘅糖，令到鹹中帶甜。之後撈勻啲調味料，顏色就好似而家咁樣，係一種淡嘅橙黃色。淋半茶匙嘅紹興酒落隻雞上邊，捽勻佢，令到有少少酒香，仲可以滲透落啲雞肉度，令到啲肉質更加嫩滑。之後就將啲調味料捽勻雞嘅全身。今次因為加咗黃薑粉，令成隻鹽焗雞完全唔同晒。之前喺薑黃飯嘅短片，我已經同大家介紹咗黃薑粉嘅效用，今次就更加勁，黃薑粉做埋天然染色嘅功用，令到隻雞蒸好之後係有啲微微嘅金黃色。我試過唔加黃薑粉，蒸好之後隻雞好蒼白，上台就好似冇咁靚，所以今次黃薑粉起咗個好大嘅作用。尤其大時大節，大家都中意整全雞，做成黃金雞，唔單止個名好聽，擺上台都靚好多。將隻雞內內外外都搽滿調味料之後，就放喺度醃佢2-3個鐘，到差唔多就可以切定啲薑片同埋蔥絲，將切好嘅薑片同埋蔥絲塞埋落去個雞腔裏邊。之後蒸好隻雞，打開個電飯煲，哇，真係會香到不得了。為咗防止黐底，我就將最粗嗰4條蔥井字形咁排喺個電飯煲底，再將剩翻嘅薑片同埋蔥絲放埋喺上邊，就可以將成隻黃金雞放入個電飯煲裏邊。呢一隻雞900克，放落個電飯煲就啱啱好。Coco 電飯煲係一個雙壓嘅電飯煲，有得揀嘅話，我當然用高壓模式去蒸雞，令到啲調味料更加可以入到去啲雞肉裏邊。我剛才冚埋電飯煲之後，就揀咗高壓模式，之後再揀白米，等隻雞喺個電飯煲裏邊蒸20分鐘。呢一個時候最適宜做一啲整色整水嘅嘢，為咗一陣間隻黃金雞上碟嘅時候靚啲。我而家就準備會整一啲攣曲嘅蔥絲，其實做法真係好簡單，只要將條蔥切成細細段，然之後用刀尖界成一條條絲，再放落水度浸，就會自然攣曲。平時買菜都會搭啲蔥，呢一種嘅裝飾方法就真係最抵。煮完第一次之後，我就將個煲拎出嚟，將煲底嗰啲薑蔥雞油嘅精華搽一層喺雞嘅表面，哇！即刻變到閃亮亮啊！咁大隻雞頭先只係煮咗20分鐘，其實未完全熟噶。隻雞搽好晒薑蔥油之後，我又再擺翻落個電飯煲，同之前一樣用高壓白米嘅模式再煮多一次。今次除咗有鹽焗雞粉嘅調味，仲有薑蔥油嘅味道。包你哋試過之後都會話好味。又過咗20分鐘，呢一隻香噴噴嘅黃金鹽焗雞出爐啦！嚟緊就係復活節，除咗有復活蛋、復活雞仔，當然唔少得呢一隻黃金雞啦。將頭先嗰啲蔥絲擺上喺個雞面度裝飾下，係咪即刻醒神好多呢？呢一隻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電飯煲黃金鹽焗雞。用電飯煲蒸雞好方便，煮出嚟嘅雞肉